上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过五关表奖金上侪35000，真哥你砸两去哦！好，今日介绍咱2队来宾哦，我这边先来哦。请我感觉这吼年会应该是比我大几工尔啦。是，啊，毋过我拢嘛是感觉叫伊哥哥，啊，做人足高水的啦。空空来挑战啊啦！空空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，今仔日真欢喜来遮甲大家见面。毋过吼，空空这2字唔嘛免念空空呢，老师讲。应该是康康啊。嘿，对无？因为健康是健康嘛，啊，你也念姓，就是爱念康啦。是。我是康进营，外号康康。介绍咧，队友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敏啊，我是遮应该是在康康上久的。哦，老朋友啊，我是讲年纪上大。嘛是啦，应该是啦，我63。看袂出，看袂出。好，欢迎你哦！好，来跟查入去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俊啊。嘿，我刚刚熟悉嘛，这几年啊，刚刚熟悉。是。好朋友，安尼。好，来跟查入去诶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嘅，我嘛是康哥的好朋友啦。嘛是干爹哦。嘛是干爹啦。嘛你不要咁算，我甲康哥伊第一届做导演的时阵，拍电影的时阵，我的所在嘿，可以用，安尼。什么话我用啊？唔是注意啊！我的所在互你用。电影的时所在就你地点啦，地点安做可以用啦。系啊。刷入去，这个嘛是艺术家哦。嘿，来介绍这里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连记，我是康哥专业的歌手，不管伊咧打顶啊唱歌，还是讲笑的，我拢大力来讲入去。我即马嘛是康哥专业的司机。我这边加精彩吼，这边拢好朋友呢。是。你边的不是好朋友，阮这边比凊彩，比好朋友吼更加亲密一些啊。哦，阮这队叫做白仔囝手奖金，欢迎咱的队长老年金。好，我是老米金，不是老代表。老米金呐，都在有请教老师，老米金呐，就欢喜来这节目来学来学习。你生足济对，你规个拢安尼。减肥为着为健康，健康啊，为着健康啦。对，康哥嘛是啊。伊较早开火锅店，家己拢偷食。是，爱吃呀，器材啦。对。啊，那时阵伊甲因太太结婚，啊，想袂到生这个囡仔是伊甲因太太加起来。我即摆就是要介绍讲伊的营养哪去有老囡仔啦。这个囡仔伊嘛是叫康康呢。对。来，自我介绍。来，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罗世空。嘿，刚才讲的不是标准呢。没，是边些是我的老爸啦，我的爸爸。嘿，你，不过你的台语比爸爸更较好。对啊，刚才好。刚有。你的台语有较像学无？我是伫个甲我。厝内底拢讲我阿嬷讲台语啦。迄阵疫情的时阵，迄伫个别个所在啦。嘿，所以我讲我阿嬷生活了三个月拢是讲台语。好，来，我介绍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乖。小乖。我是你今天的朋友，我是看篮球熟悉的。运动的上好啦。是。好，来，我刷你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佩奇。我是你今天的朋友，然后同时我嘛是小康的客母，伊叫我客母。因为这层关系，所以我有替咱的你今兄做一个即摆上时间 YouTube 咱即摆的频道，叫做真正有好康。所以这节目即摆是有迄落啊，拄开始，拄开始啊，拄上俩。欢迎的节目都有好康。嘿，真正的哦，欢迎导演来，我刷你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马口头。马口头什么意思？我英文名叫马口头。马口头加这个马口头的音足像的，所以叫马口头。现在2对拢真有缘分啦，拢伫上海嘛，嘛是有干爹嘛，有干妈嘛。对，拢差不多。对，毋过这35000的奖金要倒一间，我唔知啊。爱加油。是，即摆先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，欢迎咱的陈鸿辉陈老师，破掌欢迎。
亲人讲台语，心色交流解欢喜。对啦，台语甲交流者，大家吼交朋友就介欢喜啊啦。好，今日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大家来斗鼓，两队的家庭进行斗鼓比赛，请家己也是输斗入去空架内底，变成一句有意义的话，就算斗鼓成功。两队轮流回答，只要有一边的家庭斗袂出来，另外一边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大家来斗鼓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是啥？是要安怎斗咧？哦，这吼，咱会出一个题目，内底有几个字甲乌调，吼，啊两边来抢答，看谁想到适合的字吼，字数怎放入去拄好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千万唔通安怎，若无早晚会拄着鬼哦。哦，千万唔通安怎，三个字若无哦。早晚就会拄着鬼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千万你有哦，你有。千万唔通乌白蒙，若无早晚会拄到鬼。哦，唔通乌白蒙啦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老师有鬼，唔头一题就通真困难哦。好，你过记得个上来这边，千万唔通啊啦。唔通收铁器，啊无早晚会拄着鬼。哦，唔通伤铁器哦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哦。来这边。哎，千万唔通做歹代，若无早晚会拄着鬼。哦，唔通做歹代哦。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嘿，来空哥。千万唔通偷掠鸡，若无早晚会拄着鬼。哦，偷掠鸡。对啊。哦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哦，这古早小弟啊。好，来这边。千万唔通伤碰风，若无早晚会拄着鬼。哦，伤碰风哦，老师对唔对？拄只伤铁器是倒一边讲的，伤铁器，因为拄只伤已经有出现一摆，这边，吼，安尼搁一摆啦，吼。哦，安尼袂当讲铁器啊，啥拢袂当，袂使搁伤安怎啦？袂使搁伤安怎啊？吼。好，来这边。千万唔通出卖人，若无早晚会拄着鬼。出卖人，出卖人，出卖。安尼暂时互你迄个哦。都是掉啦，可能是刚出卖啊，是安怎啊，是迄种的，是，嘿，可能是安尼。千万唔通讲出卖，若无早晚会拄着。甲人变成港，应该是安尼，出卖是安尼意思嘛？不要紧，咱第一题尔吼，分数先好啦。恭喜啊，区中金得了1分哦。来，老师。基本上这款鼓应该吼，当然大家趣味啦吼，但是这款鼓伊原本应该是讲唔通做什么代志，迄项代志就是当然是千万唔通做吼啊。但是迄个代志是什么代志呢？拄则有咧讲的，其实有的拢是较，可比讲铁器也好，碰风也好，这是咧讲当然伊讲个性啦吼。啊，毋过咱本来是咧讲某一项代志，应该咱这个三字应该是爱讲某一项代志。拄则有讲到迄个叫做做歹代嘛，对无吼？敢若是毋是这边有讲做歹代？嘿，啊，就是讲做歹代，其实相关的嘛，当讲行歹路。哦，就是讲你爱讲一个代志，一项做啥物代志安尼啦。尾讲无过，其实当然啦吼，意思是无毋对。啊，你讲讲出卖当然嘛是会使。啊，毋过啥怎我讲这个出卖人，啥怎无算互你过。因为呢，对，就是咱即马迄个美秀这边讲的吼，因为出卖是重点。啊，敢讲你无出卖的对象，若毋是人，敢讲你会出卖狗，还是猫，还是动物，还是啥物？因为人是其实是一定是人的嘛，所以这个人唔免去强调。所以若一般咧讲，拢是出卖爱强调。所以讲唔通出卖人，安尼就较合咱台语本来咧讲的惯习的调啦。哦，老师今日讲真济哦，所以讲大家应该更较知影，更较了解。后一题就拢应该要注意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要搁出题哦，来手放在脸的顶面。嘿，听我讲，车手台湾台当市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安怎，足安怎？哦，一面赛车，一面安怎，足安怎？哦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好来，公哥。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唱歌、念歌诗，足好听。
哦，念歌诗足好听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哎，真清楚哦。一项代志，一项代志哦，嘿。已经讲啦，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讲电话，足危险。哦，一面讲电话足危险的啦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哎，来，孔哥。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分家规。哦，分家规，足碰风。哦。一面赛车，一面分家规，足碰风哦。好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好，对。哎，这是安尼一句的啦，吼，来这边。你请讲。来，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听音乐，足轻松。哦，听音乐足轻松。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好，对。嘿，来。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看草囡仔，看七啊，足低高。阿母敢袂生气？阿母无你食定啦，阿母无甜。一面赛车，一面看七啦，足低高。老师，安对唔对？哦，对。安尼足危险的啦。搁想啊。来，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搭喙鼓，足趣味。哦，搭喙鼓足趣味，老师安对唔对？好，对。嘿，来这边，搭喙鼓足趣味哦，恁这边。愈紧啊！阮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热头章，做烟斗的。哦，一面热头章足烟斗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啊，真正。来这边，热头章足烟斗的啦。哎，换你。我阿爸上爱一面赛车，一面讲笑话，足歹笑。哦，讲笑话足歹笑啦，哈，讲笑话足歹笑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哇！啊，有伊的道理哦。是，了紧来分数先。哎，广告得到1分咯。来听，白手啊。老师解说哦，哈，来老师。啊，是安怎拄则无互这边过吼？就是有时啊，咱会较用台语的想法啊去讲，啊是好笑是对，不过咱台语较无咧讲歹笑啦。歹笑。好，你会当用其他的形容啦。哦，就是你会当去用其他形容，但是无一定爱是好，一定爱歹，吼，就是讲好笑爱对啥物吼，啊，所以就是咱若用语法来讲，当然讲笑话是 OK 啦，吼，啊，毋过嘛有的人吼，笑话甲笑亏会分哦。笑话是看人的笑话，笑亏是讲做心笑代志，讲笑亏，有的人会安尼分啦。嘿，因为迄个笑话有些华语、台语吼，人咧讲有无？看人的笑话。对啊，当然拄则有的是较共款的名，譬如讲分家规甲碰风，其实是共款的代志。啊，当然你会当讲是你感觉伊足碰风，还是讲伊家己嘛感觉家己就是咧碰风。还是伊哪赛车哪摕家规出来分？啊，过来拄则有的咱咧讲的过程，讲到无啥共款的句型吼，其实是华语影响的。就是咱这一面安怎，一面安怎，这是台语的句型无毋对。但是有的拄则敢若毋知倒一对有讲到一边，啊一边就是华语的讲法啦。咱无咧讲一边安怎，一边安怎，这就是算华语的讲法。吼，台语来讲一面安怎，一面安怎。啊，当然嘛有人其他讲法，讲哪赛车哪食物件，吼，哪啥物哪啥物嘛是会使啦。对，好。谢谢老师，哇，老师今日真好，互恁练习2题安尼。嘿，即马吼分数是平啊。平手。最后一题哦，真正要拼输赢哦。真讲，真讲。老师讲，迄爱记哩哦，输惊哦。好，来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天气安怎？爱注意安怎？哦，天气哦，天气安怎？爱注意安怎哦。来，请手答。好，来，金哥哥。天气安怎？天气足烧热，爱注意啉水。哦，足烧热，爱注意啉水。老师，对唔对？是。好，来，康哥。天气遐尼热，爱注意。伊嘛是热。嘿，莫。天气遐尼寒，敢会当？爱注意穿衫。哦，天气遐尼寒，爱注意穿衫。老师，对唔对？好，对。哦，像当讲过就袂当搁讲啊。来。好，来。天气有够寒，
爱注意塔沙。哦，塔沙有够赶快，天气有够寒，爱注意塔沙。嘟嘟啊嘛是赶快冬天啊，刚已经讲有够寒。嘿，遐尼寒，遐尼寒，天气冷爽爽，嘿，爱注意塔沙。啊，天气冷爽爽，冷胜胜，哦，爱注意塔沙哦，冷胜胜爱注意塔沙，老师安尼丢唔丢？好啊，因为安尼就是迄个穿衫塔衫。系啊，袂当搁穿衫塔衫哦。是，后来天气多变化，爱注意电视新闻，爱注意新闻哦。天气多变化，爱注意新闻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来。哦，厉害厉害。这样有啊有喏，来这边。天气出日头爱注意丢刷，出日头爱注意丢刷，可以听起来。对，好来分数，恭喜有得到第2分哦。来听老师解说哦，哈，来老师。钓沙是真好的事啦，问题是要到钓沙的程度，日头唔是讲所谓出日头就会钓沙，就是讲这个形容无够到达啦，哦，所以你若要到钓沙的程度，检测会当讲火烧波，哦，这热热，啊是讲这个奥运热。吼，就是讲你的形容爱搁较贴地咧，唔是干那讲啊出日头有写做好的做烧热的啊，哪会钓山？吼，所以这个形容较无遐直接相关，无遐尼贴地，遐尼深入的这个适合钓山这个情景。谢谢老师，哇，够学到，袂歹，大家拢豆豆啊学，咱的速度溜啊慢哦，咱咧较紧的哦，吼，啊你较有拼的感觉。来，先来看分数，看咱空空这边，空空得到2分，那你叫哥哥咧？啊，嘛有1分哦，袂歹。所以讲啊，5000块奖金在倒位？是咱空哥来挑战者。好，今日的第2回合，手搭订购机。手搭订购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订购机。哦，来蒙看卖咯，但是蒙哎呦，要看蒙啥话咧？哦呦，较早是真正拢用迄会动的啦。我甲你讲，伊真正会动啦，真吗？真正。你个会改哦，会改呢，会改哦。开始。有点手啦，什么物件啦？哎呦！我家来走出来了。坑，老年金台语先变先，啥人会当摸出这个恐怖的物件咧？哦，来蒙看卖咯，但是蒙看卖要蒙啥话咧？哎呦，你会惊无？康哥啊，你有惊什么？没啦，还好啦。啊，这个恐怖伤嘛。对。较早，不过伊个有哦，内面，哦呦，较早是真正拢用迄会动的啦。会动的物件。我甲你讲，伊真正会动啦。真吗？真正。你会惊啥话啊？我惊加抓。免惊。好，来3种啦。准备好啊哦。好来哦，咱台语望看卖，来看头前手，顺一味，请望开始。有点手啦，什么物件啦？哎呦！刚撸出来啦！我家来走出来啦！还是，啊，唔过我嘛袂晓讲这个台语呢。是，不要紧，试着的你先讲，来，你叫哥哥。你试着啊？你试着啊？你啥？什么？恐龙。你讲一解，恐龙。伊讲恐龙，伊就是讲那个囡仔5岁啊娘来啊，互因帮。哦，那个恐龙对吧？你家的恐龙啊？侏罗纪公园内底迄个恐龙。老师，恐龙对唔对？对。是恐龙吗？
不是迄个空灵哦，应该有另外一种念法吧？你会改哦，会改呢，会改哦，是。好来分数，恭喜咱这边得了1分哦。咱来问看老师，佫有啥物念法吼？来，老师，迄字叫做腔啦，吼，可以往腔啦。啊，你拄仔讲的牛来啊，迄叫做空啦，迄两字无共音啦。空灵嘛袂唔是可用腔了，你若要照迄汉字念啦。啊，但是我等我看，我心内看到，我是想讲是犀牛呢，不是吗？所以就另外一个词啊，看下摕出来。啊，这不是哦，不是，这是嘿腔亮，嘿腔亮会叮当的腔。虽然哦，阮这边是无得分啦吼，啊，不过阮的效果真好啦。感谢空空哥哥，我刚刚照出来，是感谢空空哥哥。唔免紧张哦，吼，嘛免那个等下可能会真正会走出来恐怖。对。有诶，佫会嘿，往着佫会想啊，念拢呐。是分数好人啊。好，不要紧，咱紧的哦，来换人。我感觉吼，查甫人应该是较袂惊啦。真的吗？你啊，真正。你会惊无？会啊。阿咪哥哥，你惊啥？我惊惊某啦。惊黏黏。打电话咧。惊黏黏的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这吼有影会黏黏。会黏。啊，嘿，佫会擦。嘿。啊，讲你惊什么？你讲加无？哦。哎呦，这样加哦。哎呦。歪。准备好啊哦。准备好。好来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来，看头前哦。哎呦。来，阿咪哥哥。往来啊。往来确定。哎呀，你有抄着？无啦，我懵着。你摸到是我的手呢。你的手亲像往来你的手摸着我。是，阿咪哥哥确定是往来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往来？对。嘿。袂输你知影无？来分数。恭喜咱空哥嘛得了1分哦。好来，听老师解说。拄则咱只位遐讲往来对啦吼，啊，敢知影要安怎处理往来迄动作爱用倒一个处理的是方式。太往来，哎呦，下往来。好，你讲看卖嘿。比如讲，这个往来你提起安怎？爱抬啊，对啦，爱抬对啦。我意思是讲，因为有的轨迹用抬，有的唔是啦。嘿啊，这个往来是算用抬的这类啦。袂当下往来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哎，当然抬了爱下，但是我想第一个动作，迄个算作要处的，迄个就是用抬这个动作。过来就是，咱敢知影这个要安怎讲这个往来的量词？比如讲一什么往来？你会安怎讲？一粒。你要用一粒啊？啊，这边有用一支的，你敢有听过用一支的？一支啊，我记得是迄支用来起来抬，一支抬一支用来。一支是较正讲啦，嘿，一支较正讲，啊嘛有用其他的形容。无共款的啦，因为跟人无共，因为一般用一粒会圆形的啦，嘿，啊，这算无胶圆啦，所以这种会用像一支这个讲法啦，嘿，啊嘛有人会用其他的形容，可比讲这个足大盖的，哦，用一盖安尼来讲，嘿，一盖足大盖的，嘿，嘛有人安尼讲啦，对，啊，一支是较普遍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袂歹。分数好人啊！好人啊，即摆1比1啦哦，1比1啦哦，紧的哦，第2位、第3位哦，来紧的换人。其实咱这个回合哦，就是要让大家熟悉讲咱日常的时阵哦，看到什么物件，有可能唔知影伊安怎讲，嘿，也是讲来个先熟悉一下安尼就对啊。像拄仔咱讲往来，咱也知影讲一支，对无？不过吼。恁两个惊的拢无，拢无，嘿，咱望这无惊的，哦，好，准备好啊哦，来，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，请帮，哎呦，哦来，哦，什么？来背靠头，迄个拍电脑的迄个键盘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键盘？老师是毋是连发的问题了？不要紧，敢是会当。嘿，搁有一个来。键盘。老师键盘对唔对？键盘。对。不要紧，机会过来啊！帕利。所以伊的名叫做帕利。就说吧。帕利就好。哦。来，老师帕利对唔对？
唔对。哦，来哟，一个拍个梨机，拍梨机，拍梨盘，拍梨盘。哦，确定一个，看起来敢若不有道理的感觉哦，吼。讲嘞，我见。拍梨盘是不是？拍梨盘，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咪拍梨盘？对。勇敢嘛讲出来不要紧，嘿，无听到就你就讲对啊。好，来分数。哎，恭喜空哥哥得到第2分哦。来，咱来听老师啊，咱解说。啊，这个物件呢，通常大家咧号名的时阵，因为这目前拢是有几种讲法，啊，看倒一种大家较接受，愈讲愈实行，大家就愈来愈接受啦吼。啊，因为伊这一起一起的型吼，所以除了当然拍梨的用途拍梨盘以外，嘛有人讲起盘，因为伊这一起一起，嘿，一起一起安尼啦，嘿，一起一起。啊，会用喙齿的起来写，啊，其实嘛是挖音啦，因为迄英语的 keyboard 嘛吼，啊，这 keyboard 迄 key 有无吼，就用安尼挖音，啊嘛拄好一起一起，嘿，啊嘛有人会讲键盘迄2个汉字的台语发音叫做键盘，键盘，但是较少啦，一般拍字盘还是起盘较侪人讲。起盘，对，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个学着啊，吼，起盘，就敢若喙齿一起一起，就叫起盘啦。好，好，恭喜恁咯！咱那边搁加油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来，咱今年换人。我知影恁两个应该真紧张，我拄仔头看到了吼。哦哟，我嘛是哈。不过这会食哩呢，但是吼袂歹食哦。应该是算袂歹啦。好，拢准备好啊哦。哎，来，看头前目睭哦。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来，加油看头前哦。蒙掉就起。哎呦呦！起对，我看蒙较济，蒙较济。哦，起落。阿祖啦，你是蒙掉。阿祖啦，手无要提起来啊！来，过来，唔知影。来，导演姐姐你讲。那是真的。啥会啊？你看我。会当食，会当食真正甜扣扣。是。啊，怎么样讲呢？无啥好讲呢。哎呀，你知影啥物件吼？你就把它翻过来。试看麦，就想着尽量讲。像很多人拢拍你什么拢讲啊，你想着啥你讲啥？敢袂使食。你通阿个帮表？你个唔知是啥？通阿个帮看麦？哦，伊讲啊，法国熟胖。哦，法国的熟胖，法国熟胖，老师对唔对？啊，都唔对。是伊真正无好料。你通阿个帮看麦哦。会使一直帮，会使。你通阿个帮看麦？法国胖，法国胖，哦，袂歹哦。法国胖，老师对唔对？对。哦，有人。你是咧惊啥啦？来分数。恭喜咱空哥得到第3分哦。哎，所以唔免惊，吼，想要讲啥咱就讲出来。来，老师解说。就是讲有人安尼讲啦吼，但是当然你若讲有人要认为较正确的是照伊的形，迄个感觉来讲，所以有人讲滚啊胖啦吼，就是敢若一支滚啊安尼，滚啊，敢若一支滚啊啊定跳跳安尼，所以嘛有人讲滚啊胖啦，啊是安怎讲小胖较无好，因为小胖的物件是无共款的，是，啊所以小胖还小胖，小胖是吐司对不？对，啊所以迄是无共款的物件，嘿，是啊。画个棒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上尾啊一个啊哦，好，哎呦，我刺激哦，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是，来我看一个，这个物件真好用。哎呦，对所有人来讲真好用哦。啊，这摆袂使提示伤济，嘿，唔好伤济，唔好伤济。好不过即摆我紧张的是讲哦，咱空空哥哥这边应该3分啊，对无吼？你看你金哥哥迄边，你金哥哥爱搁加油，所以讲咱来甲加油的。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。台语望看麦，请开始。这真正。知影就紧笑哦。等等嘛，等等。嘿，确定。嘿，妈妈拍囡仔的时阵用的。哦。好，我问老师哦。好，老师是。细汉互阿母摕咧约的物件，你敢知影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咧？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，请开始。这真正。知影就紧笑哦。来，小乖起来。等等嘛，等等。嘿，
加门庆，加门庆，嘿，确定？嘿，妈妈拍囡仔的时阵用的。加门庆，好，好，我问老师哦，好，老师是不是加门庆？对。来分数，有一定的点分哦。来，两条老师解说。啊，咱咧这个庆是一个动词嘛，吼，甲啥物土粉清清的安尼有无？吼，啊，咱这台语真趣味啊，亲像家门，哦，有人讲家母啦，吼，家门家母，这个名词后壁倒一个相关的动词的时阵，伊怎啊搁变做另外一个名词？所以家门这个名词甲庆这个动词倒起来叫家门庆。啊，咱台语嘛，当然还有其他的词嘛，类似安尼啦，亲像迄个叫做椒撇啊。椒撇啊，嘿，咧撇椒啊，迄有无？啊，啊是讲酒开啊，吼，咧开酒的迄个，吼，要甲迄个挂开起来有无？嘿，像这种拢是名词啊，甲相关的动词倒起来，佮变做另外一个名词，真趣味的构造安尼啦，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哎，来，咱请回。其实无困难啦，只是讲咱平常时啊，拢喊咧伫念。嘿，无讲着。好，来，即马上电话来看分数，来看咱空空哥这边呢。即马得到3分。啊，来，咱李金哥哥呢？得到2分哦。是，所以讲啊，咱奖金你倒一边。哦，这回合的1万块，伫咱空空哥这边。啊，搁塔顶面呢。所以拢总摕到15000块咯。好，今日咱过来拼哦。好，来，今日第3回合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咱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，就是 A、B、C。没错。吼，啊，即马咱空空哥哥这边已经有15000。15000。嘿，啊，你金哥哥这边啊无。啊无。不要紧。不要紧。不过吼，咱这就足，这个回合足紧的，就是平盘。是。平盘过你就2万摕到。因为奖金2万。哦，上最迄边就会使上尾去抢奖金，所以要加油。咱要出题啊！哦，来，小伟，请出题。请问，乐琴代表台湾最重要的传统音乐文化。不过，乐琴本地不是号这个乐琴的名，以早号做什么嘞 ？A. 弦仔琴 ，B. 白琴 ，C. 去食琴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嘿，今日讨论哦。是乐琴是弦仔，弦仔琴，弦仔就是吼，弦仔。啊，白琴我都唔知影。套路教育对啦。哦，套路白琴是个去食，会给你风险卖分开哦。哎，哈，来哟，加油哦！时间要到啊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请起答案。哦，来 A，C，B，你是安那算是 C？ 你捌听过无？因为吼，较早咱看人咧念歌诗的，我来念歌咯，予你听，无要叫钱啊，迄叫做去食调，啊，就是弹即个有一点仔弹即个乐琴，哎，乐琴是乐器啦，乐器啦，啊，乐琴是人的名啦。哦，对无？乐琴啊，你莫甲讲乐琴。哎，啊，这个白琴是人咧号路，白琴是人咧考，人咧过身，人咧讲唱迄叫做号路白琴。是。哎，啊，这个第一个是弦仔琴，这我就较。哎啊，但是阮迄个拍鼓的、弄鼓的，伊是感觉是弦仔琴，因为伊对这个乐器较有研究。是。啊，所以我是讲啊，无阮就。感觉是去食琴的，阮就选 C3的。你就 C3，山西啦，山西产品。对，你就 C3的。吼，来这边嘛是 C3的，啊 B 2个，来，你今哥哥是安怎？你是 B？ 咱讲有实在迄 A 叫做琴啊，弦仔琴唔是乐琴，迄叫做什么？弦啊，咱来讲弦啊。A 弦啊，2胡啦，啊 B 跟 C 就较无法度确定啊啦，所以讲就平均甲分线，甲分线，对，分线呢啊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 A、B、C 到底是什么答案呢？来，
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来这边是有3条命，来这边是嘛是3条命，麻烦 A 甲咱 B， 咱是一个失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，来老师。啊，拢互迄个坑坑遐讲了去啊，你讲了是正确的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无啦，就是讲笑，就是。恭喜我啦！恭喜我啦！多谢多谢。无啦，但是我是骗我细汉看迄个黄秋田人伊咧弹，啊，我是听人咧讲。对，就是古早有传说啦，讲就是有人吼要去迄个京城吼考试啦，啊，毋过吼怎半路怎迄个拄着贼仔争辩的吼，煞规身躯迄钱拢抢了了，啊伊无怎无法度啊，怎溜落街头，落尾伊怎想讲要安怎，伊嘛是爱讨价啊趁钱啊想办法搁去京城啊，所以落尾怎用简单的方式吼，其实月琴的迄个构造算无困难吼，啊伊怎简单做即个月琴的型，啊怎沿路安尼分啊念歌安尼就对，那念歌那分啊。街头艺人。啊，毋过这是传说啦吼，啊总是就是讲确实是定定看到过去吼，足侪迄个去食伫个分的过程，确实是拢摕月琴咧迄落，所以较早拢会讲去食琴。啊落尾可能是感觉即个名吼无讲介好听啦吼，啊所以怎有人讲啊，即个月娘圆圆啊，会当真圆满的形，所以就甲号做月琴，听讲是安尼啦。咱后一题啊哦，来麻烦请示后一题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低头皮剪无油，是咧讲形容什么款的人咧 ？A. 北来无高 ，B. 无头毛的人 ，C. 双面多鬼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应该大家拢知影吧？吼，嘿，低头皮，北来无高，无头毛的人哦，双面多鬼，双面多鬼哦，我未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咱请示答案。哦 ，A 这边嘛是 A 哦，大家应该拢知影什么话哦。 6个 A 啦，无啦，这是我伊遐想讲，阮刚好需要3个吼，拢牺牲安尼，白人毋是。但是因讲这一看就知影讲，迄就是咧讲这人伊都没有无来啦，巴肚无物件的意思啊，巴肚无物件。所以讲这边的队长嘛是安尼感觉，对无？这边嘛是拢爱感觉。所以人啊3个哦，啊拢唔对，嘛是白手了。拢有人有双面多鬼吼。哦，来，咱来看者答案是。我是希望卖是 A， 阮拢讲全军覆没，阮就赢嘛。是讲这个节目无遐精彩的，咱运动界精彩，唔对，恭喜这3位，恭喜这3位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拢约了对真好啦。啊，毋过咱即个俗语的讲法吼，应该是低头皮怎无油就对。毋是剪无油哦，迄无共款哦。因为怎油啊，就是有无过去拢会用猪肉去怎猪油有无？哈，这是怎的音嘛。嘿，啊，即个逼出来，嘿，对，逼出来吼，甲逼差不多啦吼。对，啊，所以咱即个怎，其实一般来讲，有具体的怎甲抽象的怎，具体的怎就是咱即摆讲的低头皮怎无油，啊，当然意思是讲低头皮看起来啊，都做油的款有啊，看起来做油，啊，毋过实际上怎无油，伊其实无啥物油，嘿，啊，即摆问题佫有一个抽象的怎。哦，这可能咱有诶嘛，拢有咧讲啊，卖转，伫遐干那伫遐规工咧转有啊吼，迄意思讲黑白讲，黑白碰黑白讲啥物安尼诶意思，迄是抽象诶转，对，有2个意思嘿，啊，伫遮当然是 A 的答案是才对啦吼，嘿，以上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传统的风俗参加丧事的送人面巾，啊，你敢知意义是啥物咧 ？A 白色代表光明真诚。B， 互歹代志到遮为止。C， 互你闪避分撇。
是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嘿，这应该大家拢应该较知影这啊礼俗啊吼。除非上少年袂去参加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白色代表公平，不一定公平嘛。公平真定哦，是有歹代志到这为止。是，还是哦，你闪撇迄个分别。对对，摕起来小味者呢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不会吧 ？BBA 是 BBA， 所以讲，阮讲嗰个，你的感觉就是白色的代表嘛，公平啊，啥？一般我是感觉是 B 较对啦，是，嘿啦。啊，毋过我毋想讲卖遮尔啊冒险啦，是。啊，搁惊节目吼无够长啦。哦，有影，袂当替阮玩乐啊！袂当较早的。当然啦，一定要替阮玩乐。因为我较早嘛做过朱麒麟嘛。哎，所以我想讲2个 B 啊，1个 A 安尼啦。哦，哎，啊，你一般第3个迄个 C， 我是感觉还无可能，什么？你要去讲，你都要参加，你哪个咧惊这？咱是可以，哎，咱是去送的，是讲希望伊一路好走，哪会讲会惊伊？对不？哎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所以今晚若朱大哥来找你，你袂惊？哦。高大哥、朱大哥是无来，啊高大哥定定来梦中甲我熟悉，高凌风啦，高大哥都会唱歌我听。哎呦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我一听就唱起来，袂当一起走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答案到底是啥货？是 B 还是 A？ 好，来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就是 C， 根本是 C。B 啊！哦，这边2条命，这边嘛2条命。原本其实是体贴远路来的亲戚朋友啦吼，想讲啊七官，也是讲伫咧这个个别的时阵，可能会七目屎吼，啊，就是会当有一个囡仔通吃啦吼。啊，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，因为这面筋是长长的嘛，长长的吼，啊长长的筋，长筋吼，啊这个长筋的音拄好，甲这个长筋足活的有无？其实若长这个调吼，若是偏全的，伊会讲长筋啦吼，就是长面筋、长筋安尼。啊，长筋就是偌好甲这个，对，长筋的意思共款吼，所以就是除这个谐音嘛有啦，吼啊希望讲若准讲有啥物无好的代志，会当到遮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有的代志就是唔通想多啦，真正。嘿啦，吼，好来，咱今嘛搁后一题啊哦，麻烦是后一题。好，加油！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地名拢真趣味，嘉义这个地名是安怎来的 ？A. 嘉奖当地人的忠义精神 ；B. 顺附嘉义遮的风景。C 加一个新关市的意思，因为阮遮内底有一个嘉义人，是阮的歌手，爱讲加一个新县市，伊个加是这个加，甲这个嘉义的嘉是无共，所以这个就较无啥可能。所以讲你选的是 B， 你感觉是风景？顺附嘉义，实在是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只好一个 A， 一个 B。关键一题，嘉义地名达2万块，倒一队会当胜出嘞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嘉义。辣椒哦，当地中义精神，好来讨论哦，讨论哦。哎，紧的紧的哦，不是，起码变2万的哦。哦，差不多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时间到，来请起答案。哎呦，哇！这就是讲的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啊，啊对啊，拢一定要连条条就对啊啦。BA 安尼，因为阮遮内底有一个嘉义人，是阮的歌手，结果伊讲伊唔知啦，唔知了后，阮就想讲安尼就爱。就爱拆一半嘛。是，爱讲加一个新县市，伊个加是这个加，甲这个嘉义的嘉是无共，所以这个就较无啥可能。所以讲你选的是 B， 你感觉是风景？顺附嘉义，实在是唔知影。哦，啊，只好一个 A， 一个 B。
好，咱来看者正确的答案是 A 还是 B 咧？来，答案是 C。我白手啊！我白手啊！这边有一个 A， 这边嘛一个 A， 来咱 B， 麻烦失败。好，咱这个家己古早的地名吼，即马会册足侪所在拢是写猪螺啦吼。啊，其实这个猪螺的音，其实伊原本的音应该是低螺啦。低螺，啊，啥拢系低螺？嘿，这个低螺山哦，低螺这个音其实是对在地的北部族的原住民的族音转的啦。吼，啊，低螺这个音落尾煞变做猪螺，这是个转音去啊。吼，原本叫低螺山，低螺山这个旧地名是北部族的音啦。哦，啊，当然家己这个是落尾清国清朝时代变做是讲，为着这个林爽文事件吼，当地在地家己的人去甲清国斗相共，甲这个事件平定，吼，变做讲是吼这个林爽文遮的一个集团一个团体的人，拢变做拢受到清国的这个掠去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就是若徛伫清国人清国的乾隆的迄个朝代。皇帝的立场就是感觉家己这阵义民足好的，所以要甲嘉奖安尼就对。所以落尾才清国时代甲这个名猪螺改做这个家己，嘿，这是安尼来的，对。是，好来，咱即摆看分数安尼。紧张啊！足紧张的。来，先看空空哥哥这边。哦，因即嘛得到搁一条命留落来1分。嘿，啊那咱李金哥哥咧？嘛是一条命留落，嘛是1分。啊，不过咱唔是有迄落啊，奖金得到这边咧。奖金吼，两边因为平手，所以两边拢有2万。哦。啊，不过我他顶一回。是，所以咱空空哥即嘛加起来是3万5，因会使来抢奖金咯。来去抢奖金哦！好，今来咱的小弟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一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砸登去。俗语我来排，大家斗阵排啦。对，咱来看者，即马奖金偌济？即马奖金35000块。35000块，所以讲咱的票数是偌济？35秒。35秒有够无？是毋是伤少？我唔知影呢。你唔知影？应该是会当搁较长，愈长愈好啦。所以我讲话遮慢对无？哦，是。啊，你看应该。我爱较长的啦，咱较30秒互恁啦，好无？35秒哦，好，啊，咱这就是内面有俗语，吼，啊，你去看迄字是倒一个，家己天的内底，是哦，好，来第一位是空空哥哥来排落去，别，排一排，嘿，排一排，对咧，来对咧排一排，对，啊，等下咱甲我讲呢，恁会当看到，恁袂当吃，等通我讲，好，恁轮流吼，一人一题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头小小尾安怎？零，另外一字，啊，来，讲一句会当一句，沙无嘛有咯，沙无啦台啦。这个，台你哪想千金买厝，万金买什么？买厝边，哦，这个，双手抱海里才知。白武士，白武士，哦，这个，来。哎呀，好简单是吧？对，啊，唔对，过来，第三，嘿，导演，哦，这个哦，啊，无啊，5题尔。哦，我拄仔看到心脏要跳出来。我嘛是，点到足慢的安尼吼。啊，其实是无讲介困难啦，咱这个头小小尾冷大家拢知嘛。冷，也是迄落啦，算讲陷阱，伊我冷是共一个所在是2个啦，不过伊讲袂当着啊，这个搁后壁个啦。对啦。也有迄落啦，浪费2秒去啦。害你了2000块。哎呀，2000块啦，2000啊，哎呀。
好，啊，搁来碰风水跟台无嘛，这大家嘛知影嘛，对无？吼，啊，搁来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，表示厝边的重要性。双手抱下字，才知爸母是我拄仔惊恁会选唔到字啦，因为迄是父亲的父啦，吼。哎，啊，你啊阿爸啦、爸啦，这种拢是用另外迄字，爸爸的爸，吼。对，啊，搁来乌干仔底豆油，哎，这是个客家话，应该嘛拢知影，啊那无底看。对，就是迄个咱台语的汉字，你底，因为你拄仔头先选迄字是庄还是庄，嘿，庄啊庄诶无用伫遮啦，嘿，所以迄是无共款的字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哎，万七咯，万七咯，好，今来去颁奖。哎，来，恭喜！我空空哥问我讲，哎，敢真正有影有奖金？讲真正有影有奖金。你顶抓来有摕到无？无咧。顶抓来，我唔捌，我真正唔捌咧赢呢。你就知影刘尔金今仔外咯。我台语无好啦。不要紧，你哥哥。无啦，人伊要留美金，伊无爱留台票啦。我留美金啦。因个有机会来啊。我囡仔细汉。阮查某囝4岁尔，你看恁后生，我搁爱拍拼呢。是，无唔对，人伊承让啦，承让。即摆嘛要报恁一个好康，阮嘛要宣传一个呢。啊，阮专辑有智慧的 App 吼，他拄大家看到迄个俗语我来bài，即摆 App 内底嘛有增加即个游戏啊，希望大家来甲阮登录，你厝会使先练习才来报名哦。对哦，今日哦，等恁来报名哦。好，今日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感谢咱陈宏伟陈老师帮咱咯。社会讲台语，专家有智慧哦。好，专家有智慧。俺斗阵变台语。祝你大家拢欢喜。拜拜。再会。谢谢公公哥哥，谢谢阿斌，谢谢小 A， 谢谢小花，谢谢阿基，谢谢阿辉，差距哩。